雷霆881，叱咤903，有誰共鳴？大家好，我係戚家基，我係一個電影同電視嘅導演、編劇、監製。咁我最近做過一個作品叫做《弊傢伙，我要去罰魔》嘅電視劇。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喺可能喺呢個行業入邊咁多年各種嘅感受啦。戚家基1965年喺香港出世，1982年到加拿大升學，1987年取得商業學士之後返香港任職銀行。任職期間曾經兼職金公主院線宣傳撰稿，而同電影結緣。到1991年加入香港影業協會擔任行政主管，其後加入有線電視負責電影台以及線上發展總監。離開有線電視之後，戚家基縱橫於編劇、監製同埋導演嘅角色，喺電影行業繼續發光發亮。近年來一個比較難忘嘅經歷呢，就係幾年前我拍嗰個電視劇啦，就叫做《暖男爸爸》。咁呢個係我好多年來第一次喺香港做一個本土嘅戲，同埋好幸運呢，就係我唔需要考慮任何市場嘅需求或者影響呢，就自己講自己嘅故事，同埋講一個純香港本地嘅故事。咁好彩就呢個戲得到都幾多共鳴，同埋好多觀眾呢喺個戲播緊同埋之後呢，都喺 social media 嗰度同我分享，甚至乎佢哋自己嘅故事。咁呢個經驗係令我個人有好大嘅領悟同埋感動，就係發現原來你個作品你要夠膽將自己拋出去，即係你如果能夠將好多自己心入邊真誠嘅一啲感受擺落去嘅話呢，你係會換到好多人嘅共鳴，佢哋都會將佢嘅心交出嚟俾你，而喺到最後呢，其實大家都得到療愈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呢個劇最早嘅時候呢，我有個感覺就係當年，如果大家仲記得，係我籌備係由2019到2020啦。咁嗰陣時第一個感覺我就係話，我覺得香港係需要一個療愈嘅一部戲，咁亦都當時係咁樣同咗平台嗰邊講啦，電視台嗰邊講，咁就做呢個戲出嚟，其實係充滿咗各種唔同受過傷害或者經歷過人生中有 PTSD 嘅一啲人物，咁然後喺各方面就係話佢哋喺傷痛當中點樣可以互相扶持，同埋點樣可以自己繼續行落去。咁當然亦都包括咗我自己好多個人嘅一啲經歷同感受都擺咗落去。咁最難忘同埋最意外就係話，竟然呢樣嘢會令到好多公眾佢哋都會透過唔同嘅 channel 會將佢哋嘅心事或者佢哋嘅嘢同我分享。我甚至乎我曾經經歷過一次，就係話我去銀行開戶口啊，去嗰啲中小企嗰啲咁嘅 office 嗰度，然後銀行嚟幫我嗰位同事睇到我嗰啲資料之後，佢話啊，暖男爸爸係你拍㗎。唉，多謝你啊！因為我人生中我最近經歷過一單咩事，我日日睇你部戲，係一個療愈嚟嘅咁樣樣。咁呢一個就俾到我好大嘅啟發同埋感動。我覺得人生中原來係要做呢啲事情。而家不如我哋聽下鄭中基呢首 My Only One， 就係暖男爸爸嘅主題曲。今晚星光閃出真愛，夢有光圈記載，時光機主角發呆，捕捉當下是競賽，熱戀的心不可掩蓋，齋啡都斟滿愛，人生充滿意外，每刻感動在腦海，唯獨是你，一心想把你愛護到極限，苦中多粒糖照萬抱緊着你，我很習慣，給你闖進生命裏沒有圍欄，原來是友情，尋找愛情，天與地，共享甜情被愛的瞬間，對隻點之間，有你牽掛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街邊的窩心小店，你給我家的幸福意識，有溫暖的記憶，連單調都變色，我跟你一世數遠離。失足的天使給我安慰的，我心裏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獨是你，一心想把你愛護到極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緊着你，我很習慣，給你闖進生命裏沒有圍欄，原來是友情，尋找愛情，天與地，共享甜情被愛的瞬間，對隻點之間，有你牽掛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來是愛情，無需證明，童話結局，命中注定驟雨的瞬間，亂世喘息間，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終的浪漫 My only one，There's no one else My only one，You are my only one，It's just there's no one else My only one，My only。我本身係一個動畫同漫畫嘅迷啦，同埋係由細睇到大㗎啦。咁但係我人生當中咧有一部對我都幾重要嘅動畫咧，就叫做《新世紀福音戰士》。咁呢部動畫即係內容啊，或者成個就唔多講。但係當年呢，其實呢部動畫嘅導演呢，亦都自己係陷入一個人生嘅掘頭路，同埋佢係有一個抑鬱症嘅情況嘅。咁佢當時一路做呢個動畫呢，亦都將自己好多佢心理上嘅壓抑啊，或者內心嘅一啲糾結呢，都放咗入去個動畫嘅內容入邊。而到最後呢，佢係透過製作同埋創作呢個動畫呢，自己係得到療愈嘅。咁呢一個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話，佢因為咁樣嘅原因去製作呢一部動畫，而對我作為一個觀眾嚟講呢，我睇呢個動畫嘅時候，居然亦都可以得到某一種嘅療愈，甚至乎我而家今時今日，當我遇到有一啲心情上有啲鬱結啊或者成啊，但係如果我睇到呢部動畫或者我聽到入邊嘅歌呢，我係都會可以得到一啲舒緩嘅。咁以下同大家分享一首就係《新世紀福音戰士》入邊嘅片尾曲《Fly Me to the Moon》。Darling,
導演戚家基，歌曲全程引發你嘅共鳴。我回想翻啦，我喺影視行業入邊嘅一啲經歷啦，就有陣時我講俾人哋聽，人哋就會覺得哇，原來你經歷過啲咁嘅事。咁但係過去咗之後呢，其實諗翻轉頭，呢啲事情原來喺當時覺得好大件事，但係之後呢，其實每一次都係一個對我好有益嘅一個經歷嚟嘅。咁呢包括係咩呢？就係我試過有幾個參與嘅製作呢，都係遭到腰斬啊，或者係拍完之後唔能夠放映啊，呢啲咁嘅情況。譬如我大概2013年嘅時候呢，咁我拍過一部台灣電影叫做《打噴嚏》。咁呢部電影當時喺我哋臨上畫之前1個月，就因為某啲事情啦，咁就結果係唔能夠上畫嘅。咁當時因為其實為呢部戲我都投入咗2年時間，同埋我嗰陣時搬埋去台灣住啊，去做開發，去寫劇本啊咁樣。咁然後突然之間就發現原來部戲上唔到畫啦，唔可以同觀眾見面啦，同埋佢會有一連串嘅影響，就係因為呢行都係迷信，就會有好多人就覺得哇，呢個人腳頭唔好，即係都唔好揾佢咯咁所以其實你會遇到啲情況，就係話你衰開呢就會一路衰落去嘅。其實好多嘢會有連鎖反應，但係後來發現呢，喺呢啲咁嘅所謂嘅低谷嘅時候呢，其實你會喺人生上你會有其他經歷。咁之後一步一步你認識呢個人，你去做咗嗰件事，然後你發現呢，你當中喺低谷入邊經歷嘅譬如7件事8件事，到最後呢，佢會帶你去到一個地方。譬如我呢，就係因為呢啲唔同嘅事，我又學咗點樣去拍動畫，點樣去用最新嘅技術 Unreal Engine 去拍動畫，跟住然之後又翻嚟，即係喺香港咁就做各種創作，然後去到一個位就係話，有個機會去拍香港電視劇，就拍咗呢部《暖男爸爸》。咁而當時學嘅動畫呢，亦都可以用喺我今次拍嘅《弊傢伙》，我要去《失魔上高》。咁所以發現呢，原來每一個你嘅低谷，其實佢只不過係一段當中嘅路途，佢會帶你去你下一個目的地，永遠唔會係終點。只要我哋即係繼續行落去呢，咁就會見到好天氣。即使今天無情的風雪凜冽進擊着，即使這一場寒冬仿似沒完沒了，這1分鐘無窮的抖震，發現雙手僵了。即使今晚全城的燈彩也沒法閃耀，即使漆黑做囚驚弓鳥，錯亂地叫囂，這1分鐘人們都膽怯，踐踏中休克了。個拍子將悲劇湊起，在這片低洼中一起，捱到試煉成大器，終於有好天氣。只要撐多
喺影視行業入邊呢，就亦都當然自己有好多經歷，亦都會識得好多朋友。但係我發現無論係新人舊人呢，我哋其實大家傾開偈嘅時候，我都發現大家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覺得我喺呢個行業入邊，我要跟人哋話俾我聽，而家係應該行條咩路，或者以我嘅外形，或者以我嘅性格，以我嘅能力，我應該去做一樣咩嘢？背後呢，其實都有各種各樣係每一個人對自己嘅懷疑啊，就係話我中意某一樣嘢，但係好似個市場唔係好埋單，又或者我諗到某一啲創意，但係好似而家啲觀眾或者啲老闆好似唔係好喜歡呢一個方向喎咁。咁我好幸運呢，就係我好多年前喺美國呢，就遇到一個編劇老師啦。咁佢教咗我一樣嘢，就係話你唔使理會呢個行業入邊啲人講咩，或者啲投資者佢講咩，因為佢講嘅就係話其實冇人知道真真正正個市場有咩得，有咩唔得。每一次都係靠估，靠個人嘅直覺去做嘅。咁當然有好多話市場調查係呢樣嗰樣，但係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我會比較相信，如果我哋個人有乜嘢諗法，有咩創意，你即管按自己嗰條路去行出嚟啦。因為你都既然已經行入咗一個電影電視靠創作嘅呢個咁嘅行業，你就係要靠自己嘅特質，你要貫徹自己嘅信念同埋你嘅價值觀同埋你嘅思想去做你自己認為得嘅嘢。所以其實你首先你想做嘅嘢係你自己都會想睇先。如果你逼自己去做一啲自己都唔想睇嘅嘢，其實就好出到嚟嘅效果好極都會有限。咁我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就係 YOASOBI 嘅群青，佢入邊講嘅就係呢一個重點。此時此刻有誰共鳴？咁我選擇嘅受惠機構係叫做 LAP 啦，咁佢全名叫 Lifelong Animal Protection Charity。佢主要咧就係做好多流浪動物啊，佢哋嘅收養，同埋係佢哋有助養嘅，即係佢哋會安排一啲人係，如果你嗰個動物仲未習慣去俾人哋收養嘅話咧，佢會俾一啲 foster home 俾佢哋去慢慢訓練咁樣樣嘅。咁最重要咧就係 LAP 咧，佢有一個宗旨咧。佢哋係唔會
用人道毀滅嘅方式嚟到對付呢一啲動物嘅。咁佢哋自己會有地方啦，係一路會養住呢一啲動物，係令到等到佢哋去揾到適當嘅家庭去收養佢哋為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保護動物慈善協會 LAP 喺2003年成立，係一個領養暫養中心。日常工作由一群熱心義工一手包辦，宗旨係致力於救助流浪同埋被棄養動物，為動物們尋找新家，免除動物被人道毀滅。協會希望令到小動物喺等候新主人期間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因此唔會將貓狗佢哋困喺籠裏邊，而隨意等佢哋可以喺中心裏邊遊走。希望動物們縱然未揾到一個家，但係都可以感受到被愛嘅感覺。我係導演戚家基，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去50881903，捐出5蚊，支持 Lifelong Animal Protection Charity LAP。此時此刻有誰共鳴？雷霆881，叱咤903，有誰共鳴？大家好，我係戚家基。我係一個電影同電視嘅導演、編劇、監製。咁我最近做過一個作品叫做《弊傢伙，我要去忽魔》嘅電視劇。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喺可能喺呢個行業入邊咁多年各種嘅感受啦。因着對日本動漫同埋文化嘅喜愛，導演戚家基嘅新作品匯聚中西日魔法道術。雖然佢曾經執導電視劇《暖男爸爸》，今次聯同幾位演員包括強尼、岑樂儀同黃仲恩喺新正頭推出一套人鬼大戰劇集，實行百無禁忌，每晚俾1個鐘大家好好放空輕鬆下。講翻呢個弊傢伙，我要去忽魔啦。當時其實我好想做呢一啲咁嘅所謂虛構嘅世界啊、架空世界或者動畫、漫畫向嘅一啲故事呢，就想咗好耐㗎。其實接近20年前都已經開始即係諗緊同埋寫緊呢一啲咁嘅故仔㗎啦。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因為尤其是香港呢個行業咧，好多人就有一種執迷，就係話逢親搞親啲咁嘅動漫啊，呢啲咁嘅題材，尤其是又話學日本風格啊呢啲咁嘅嘢咧，你一講咧就好多人就會驚咗。同埋會嗤之以鼻，就係話你邊度搞到啊？你又仲要係冇錢，然後你又做出嚟嗰啲美術啊、性啊都唔會得啦咁。同埋會好多人同你講話，喂，其實呢個歷史上都冇人做過呢樣嘢係成功嘅咁樣。咁但係我就其實念念不忘，因為我自己係喺我腦海中已經睇到咗我心入邊諗嗰套戲嘅成品，我已經睇咗好多次。咁所以我好清楚我做出嚟嗰樣嘢會係點樣樣，而既然我咁多年來都未曾離開過喜歡呢一啲內容嘅話呢，我覺得佢係一定有佢嘅價值喺度。咁所以一路以來呢，就我從來都冇放棄過呢樣嘢。而其實我感覺呢，好多創作人成日會面對一樣嘢呢，就係嗰種孤獨感同埋寂寞感，就係話你中意嘅嘢好似四圍周圍都冇人認同喎，咁係咪真係唔可以做啊？但係其實個世界呢，係比你周圍係大好多嘅，即係只要你按照自己貫徹自己去做出嚟嘅嘢呢，話唔定會有人直情話我就係等咗呢樣嘢好耐啦，只不過對方係未有機會同你見到面而已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對一啲做創作嘅人，或者你自己有想法嘅人，你有咩想去成就嘅，你唔係因為嗰樣嘢係唔係好 popular 而去做嗰樣嘢，而係你覺得按照你自己嘅諗法，你覺得要做嘅話，咁你咪去堅持去做自己嘅嘢啦。孤獨唔係代表你嗰樣嘢就冇意義嘅。咁喺呢度送俾大家一首歌《哲學家》。旁人在派對，但不想邀請你去參加。然而大概你亦不很喜歡那些低級笑話，情願自閉到將光陰寄情樂手跟作家，帶着一點出世與一點神化。旁人在暗笑，亦偷偷稱呼你妄想家。
完全掠過你將機關都睇透的一雙眼嗎？存着善意那理論遇見解遭世人醜化，你亦一聲不願，人類多可怕。陪你上街路人大概不懂欣賞你先知一世紀，難道你過分美好會令人退避？有些我也未明白，有幸我懂得怎麼愛你，就等我守護塵世之中走太前的你。誰叫這副能量時代最開通的想法都配你不起？明日我怕沒有像你預言的美，但你一笑繼續沉默，沉入了思考不肯放棄，仍努力給這荒謬城市多一個轉機。人們大概要下一世方知你有多好，沉淪現世裏只得到觀眾挖苦不靠譜，前路若太遠，你若覺太苦，等我來擁抱，你別只識出外，從未分得到。陪你上街路人大概不懂欣賞你先知一世紀，難道你過分美好會令人退避？有些我也未明白，有幸我懂得怎麼愛你，就等我守護遙遠星體所派來的你。誰叫這負能量時代最開通的想法都配你不起？明日我怕沒有像你預言的美，但你一笑繼續沉默，沉入了思考不肯放棄，仍努力給這荒謬城市多一個轉機。縱使我也未明白，無礙我衷心的相信你，陪你在這片沙漠捱到上天，看到你。今次拍《大家伙我要去忽魔》咧，就有一個好好嘅經歷。我成日同我身邊嘅拍檔啊，佢哋講，我哋成日有一句説話叫做有今生冇來世，就係好神奇地，我哋今次咧係喺一個好長嘅籌備同製作過程當中，我哋每次都遇到好啱嘅人，就係有陣時會有啲人，因為某啲情況佢可能退出咗呢一個製作或者我哋呢個 project， 咁當時會覺得好大鑊啊，個天要冧啦咁，但係原來唔係，永遠都係咧，其實呢一個係會有一個安排，你總會碰到一個更加適合嘅人。咁我哋去到後來成個過程係一個，我會好誇張地去形容係一個奇蹟接着一個奇蹟，往往係見到行唔到落去啦，又會有人埋嚟參加，同埋我都一路都唔相信，其實我都抱有懷疑，就係呢個世界有冇咁多傻嘅人呢？我哋口中嗰種所謂嘅熱血，會唔會有咁多呢？咁但係今次就係好明確地話俾我聽，就係話有信念嘅，相信某一啲嘢嘅，或者係肯自己行多幾步嘅人，係原來有好多，同埋多到一個地步呢。最近發生一件事，我都唔相信，就係我呢兩日收到一個 message，就係原來我哋呢個劇嘅所有嘅 crew，
我哋嗰個劇組所有嘅 crew， 佢哋自己係約埋咗，自己租咗地方一齊去睇呢個劇嘅第一集嘅放映。咁同埋佢哋仲要邀請翻我同埋所有演員一齊去參加。咁呢啲事係對我嚟講係，其實喺呢行入邊係聞所未聞嘅，係同埋尤其是個劇已經拍完咗1年有多噶啦。咁所以呢個話俾我聽就係話，哦，呢個世界真係你可以揾到同路人嘅，只要你維持住自己，你唔好改變自己，你按自己嘅路去行，你一定會有揾到同路人。咁我喺呢度送俾大家，是有種人。不知花花世界人欲美夢，沒有天梯也有地上人來耕種，不知一種過去現在未來需要珍重，不需一把尺去辨別有用，還有一種有價但是無求的勇，來吧微笑到發現動人出眾，是有種人純粹熱愛耕耘，有種歌聲從未曾被發掘，自自在活過，為活着便已興奮，不必長於這裡就是這樣，何況天生了卻未在乎有天壤，誰人讓煙花燦爛換來花香，是有種人純粹熱愛耕耘，有種歌聲從未曾被發掘，自自在活過，為活着便已興奮，是有種人自創無數可能，哪管這叫娛樂還是責任，獨自做自我，令寂寞路更吸引，是有種人令這兒有風景，有種歌聲從未曾被鑑定，必須在夢裏站着做夢更喜劇。導演戚家基，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講開嗰個創作嘅一啲心情啦，因為除咗寫劇本之外，咁我自己其實都會有寫其他各種嘅嘢，包括即係小説啊呢啲咁嘅嘢。我成日會碰到一個情況，就係嗰種孤獨感。有好多人做創作咧，佢會忍唔住寫到咁上下去問人啊，俾人睇啊，睇下嗰個方向啱唔啱啊，係點樣樣。但係咧，我自己經歷過好多唔同嘅 project 之後咧，我發現其實每一次我去問人咧，不多不少咧，因為你去問10個人，就其實會有10種意見同埋10個方向。咁你咧係好難按照每一個人提出嘅嘢咧，你係去扭左軚扭右軚，到結果咧，你行一輪之後，你擰翻轉頭，你會發現你唔認得咗自己創作緊嗰樣嘢。咁所以做創作嘅人咧，其實我後來發現，原來佢真係佢只能夠係孤獨嘅。每一個真正做創作嘅人，佢自己一定有一個孤獨嘅角落。
就係佢要去搜尋翻自己心入邊，我點解其實我做乜嘢要做創作，我點解要發表呢樣嘢出嚟同人分享，嗰樣嘢一定只有你自己個心先知道。咁所以有一啲不安全感、孤獨感，嗰樣嘢係一定會伴隨着你個創作而來嘅。咁有陣時我都會即係譬如自己一個人捱得好辛苦嘅時候，就會諗下我應該點樣去保持自己嘅心情平和。以後有首歌就係我成日會喺嗰啲時候度聽嘅，咁我同大家分享 Somewhere Only We Know。咁另外一樣嘢可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係關於嗰個不安全感。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候都發現，我哋好多計劃好似次次都同現實有好大差距，或者我哋有好多期望，好多時候現實都比較殘酷啲，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啲會面對一啲失落啊、挫折啊、期望嘅落空啊，或者我哋成日以為，哎呀，有啲嘢我只要好好地捱過就會好好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哋諗唔到點解我哋而家要仲未捱完啊，仲喺度捱緊啊，或者係點。咁所以就會去到一個好懷疑同埋不安，就會覺得係咁點算呢？如果一路咁樣落去，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就係話原來各種事情都係有佢嘅時間嘅。我而家做人就比較係順服咗好多，即係話有好多事情我唔會咁焦慮，
我首先就唔會話俾自己聽某啲事情係一定會發生，一定會喺幾時發生。咁反而係每一次我遇到一啲不安，遇到一啲睇唔清前邊嘅時候，我而家就會同自己講，就係話其實根本有好多嘢你自己去做一啲 planning， 或者你自己去假設嗰樣嘢已經係傻事嚟㗎啦。因為我哋憑乜嘢去計劃未來會係點？佢一定會係令你失望咁滯㗎啦。咁所以老土啲講嘅說話就係話，不如我哋以今天為我哋嘅目標。而家嘅做法就係話，我每一日都當係我嘅最後一日。咁樣嘅話，我以後所選擇嘅嘢會唔會有唔同呢？咁對於未來，我自己係有一個信念，就係話，咁未來係唔會讓我失望。但係喺今天，我必須要有耐性去慢慢去行，哪怕係要兜一條路咁樣。咁我呢一度特別想送一首歌，尤其是想送俾我姓黃嘅朋友，有首歌叫做《未來見》。這晚與你逃離鬧市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輕狂，說笑年月在播，我心得使我拒絕答案，曾愛唱的那首誰可代替？明日大時代每秒換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幾張臉掠過，未留咗，只得你始終也明白最初。是誰能讓我可在寬廣的未來，無懼的再去做我？這晚與你回頭望跌宕裏，棲於低崖，像呼吸都不對，撐過了潮汐幻變，感觸得使我笑着落淚，沉雨裏高唱的回音尚有，明日氣候沒法去預計，能否都珍惜一切？幾張臉掠過，未留咗，只得你始終也明白最初。是誰能讓我可在寬廣的未來，未怕去從我身邊我，高峰的風景多美好，也共遍踏塵跟土，在這秒鐘仍一起看夕陽，約定未知那遠路裏，同看着時代飛舞，幾張臉掠過，未留咗，只得你始終也明白最初。是誰能讓我可在寬廣的未來，無懼的去唱着歌，無憾的可做我。此時此刻有誰共鳴？咁我選擇嘅受惠機構係叫做 LAP 啦，咁佢全名叫 Lifelong Animal Protection Charity。佢主要咧就係做好多流浪動物啊，佢哋嘅收養
同埋係佢哋有助養嘅，即係佢哋會安排一啲人係如果你嗰個動物仲未習慣去俾人哋收養嘅話咧，佢會俾一啲 foster home 俾佢哋去慢慢訓練咁樣嘅。咁最重要咧就係 LAP 咧，佢有一個宗旨咧，佢哋係唔會用人道毀滅嘅方式嚟到對付呢一啲動物嘅。咁佢哋自己會有地方啦，係一路會養住呢一啲動物，係令到等到佢哋去揾到適當嘅家庭去收養佢哋為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保護動物慈善協會 LAP 喺2003年成立，係一個領養暫養中心。日常工作由一群熱心義工一手包辦，宗旨係致力於救助流浪同埋被棄養動物，為動物們尋找新家，免除動物被人道毀滅。協會希望令到小動物喺等候新主人期間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因此唔會將貓狗佢哋困喺籠裏邊，而隨意等佢哋可以喺中心裏邊遊走。希望動物們縱然未揾到一個家，但係都可以感受到被愛嘅感覺。我係導演戚家基，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去50881-903，捐出5蚊，支持 Lifelong Animal Protection Charity LAP。此時此刻有誰共鳴？支持 SMS 共鳴熱線嘅機構包括1010 CSL、中國移動香港、Sun Mobile、SmarTone、